咱来参加祈祷。譬如说，阮感谢你，阮即2、3日伫即个所在住好、食好，啊，阁有好诶环境。虽讲有时落雨，还阁有一光，主，阮感谢你。阮得到即个恩典，阮实在讲袂尽诶感谢。阮今仔日直接要参加敬拜你，用即个学乐献伫你面前，由你感染阮。通过阮最后诶一讲，阮所想诶，会当利益伫阮团契做你诶囝儿诶生活，祈祷奉耶稣名，阿门。咱今仔日吼读诶圣经是咱昨昏2章圣经读落来吼。我昨有讲所罗门吼，伊开始诶时是用迄个讲空理空理，啊后来伊讲到上帝。到上帝诶时，人生就无共款。毋过伊伊讲上帝讲了吼，用世间人诶目睭去看一寡代志，咱昨昏有讲吼。伊甚至讲人甲精神无啥物无共款啊死去，精神拢去共所在，拢归去土份。啊讲诶吼，又搁倒转来讲，安尼就拢共款啊，逐项拢会使啊。今仔日伊继续讲吼，伊伫第4章诶第1节，伊讲我搁看伫日光下面诶物件诶代志。伊看到即个日光下面诶代志，伊注意到啥？伊注意到受压迫诶人会孤单，伊看到人孤单 loneliness， 这是人类有历史以来都有诶物件 loneliness。伊伫第1节到第8节讲迄个 loneliness 诶原因伫倒遐。伫第9节到12节讲要解决即个 loneliness 有啥物办法？所以咱今仔日吼要来参考看即两章诶圣经吼。要讲以前吼，我大先英语有2、3字吼，2、3字，甲孤单 loneliness 要相款，总是无相款。我创出来吼，头一个是 loneliness 是孤独啦，即下骹吼凄凉被迫，即较顶仔咱会讲压迫诶代志吼。有人是互人压迫则孤单，啊有诶是家己感觉孤单。孤独 loneliness 即个代志吼，无一定是你边仔无人，你住伫一个大都市内底，嘛有可能会 loneliness， 嘛有可能。这是一个人诶心理状态吼。啊，搁一个是 solitude， 咱中文叫做独处。独处是吼，一个人伊家己要安尼安静，要想代志啊是啥？迄是家己自愿诶，迄自愿。所以伊袂感觉凄凉，袂感觉受压迫，这是伊家己欢喜甘愿诶。真侪哲学家需要 solitude， 阮做牧师嘛需要 solitude。要想代志，要想较多诶时候，袂使边仔足侪人，我爱家己一个吼。啊，搁一个是吼 lonesome 是吼。查甫朋友甲查某朋友离开吼，啊，这暂时诶啦，毋过会伤啦，会艰苦啦，迄叫做敢若孤单啦。毋过孤单袂互你 loneliness， 是为着头路，也是讲是两个袂当做伙，你感觉无？这3字拢真活吼。所罗门要讲诶是讲头一个啦 ，loneliness 即个问题啦。啊，伫遮吼，伊开始讲吼，对第1节到第3节，伊咧讲 loneliness 头一个互伊想到诶代志，受压迫诶人，你若甲读这诶时候，你读这3节诶时候，你去甲想228，迄个代志发生诶是偌济家族所拄着诶吼，
你读这三十个是你马上了解伊咧讲啥。伊讲吼，受压迫的人流目屎，无人甲因安慰，因为压迫因的人有势力，受压迫的人无人甲因安慰。所罗门伫遮无人甲因安慰，讲2摆，这一定是互伊足深刻的感觉。压迫的，互人压迫的人足无奈，流目屎，无人甲因安慰。有毋是无人要甲因安慰，无人敢去甲因安慰，因为压迫因的人足有势力的。即个代志咱拢知影，你拢知影我咧讲啥。我想到林义雄律师迄个代志发生的时，真正无人敢去甲安慰，你知？迄个时阵去甲安慰是只长老教会牧师呢。伊伫圣基隆迄个台南的所在，迄间厝无人敢买。台湾长老教会集钱去甲买起来，就是即摆义工教会。即款的代志，无人甲因安慰，是无人敢去甲因安慰。伫即个时阵，教会做一个足水的见证。第20，伊安尼吼，我感觉伊的讲法吼，敢若真调皮。伊讲出来，伊讲吼，因为安尼吼。我感觉遐死去的人吼，比活的人较幸福。死去的人可能是因是吼压迫已经死去啊，毋过因毋免流目屎，毋免讲无人甲伊安慰啊，对无？啊，就死就死啊！啊，随往因互压迫死去，总是流泪的人咧共苦。啊，伊讲吼，也袂出事遐个。也袂出事，拢无。因也毋免流目屎，嘛毋免互压迫。伊讲起来吼，第3节伊讲，我看遐也袂出事的吼，比即两款人，就是互人压迫的，甲流目屎的，比即两款人较好。这是真讽刺的讲法，敢毋是？真讽刺的讲，事实是安尼呢？事实是安尼，一个人。一个暴君压迫，足侪人咧受苦。伊头一个看到这无公平的代志，这么悲惨的代志，因为所罗门本身嘛是有关系的人呢。伊做王的时候，伊嘛无咧偌好呢。伊起圣殿，咱大家拢学到伊起圣殿。迄个真死，伊迄个起圣殿，对以色列迄个时阵的百姓，是甲真死王咧起万里长城差不多呢。我毋是讲伊起圣殿毋对，伊大兴土木，扣重税，因为伊死了后，伊的囝要接位，有人去甲伊讲，有人去甲伊囝讲。讲恁老爸哦，扣阮重税哦，甲阮母甲阮逐个生活足艰苦。望你毋通像伊安尼。因囝讲啥呢？3日后你才来甲我讲。3日后因佫去甲伊讲的是，因囝讲，伊迄个偌歹呢。讲阮老爸吼用糖咖喱哦，我要用迄个蟹子小迄有毒的啊。就是讲，阮老爸用细火糖咖喱，我要用大火甲伊加啦。啊，为着安尼，所罗门的迄个以色列分做两个就对遐来啦。所以所罗门伊讲即个话吼，伫伊的时代，真侪人嘛是互压迫咧流目屎，这是伊家己经看到的代志。当然，我相信伊无要承认讲，伊安尼是咧压迫人。我昨昏讲啊，7寸，伊的后中有700个公主，佮啥物300个嫔妃，是遐尼济查某，遐尼济，你甲，伊毋是一个真好的王诶，伊毋是一个真好的王。
这个代志，伊家己咧做，伊家己咧做。一个人会毋对，足侪人咧受苦，足侪人孤单来会使。过来吼，第二个孤单的原因伫倒咧知？第二个孤单的原因是吼，伊讲吼，我佫看到人一切劳苦甲达款的工作的成就，是因为人甲人中间的怨妒、竞争所造成。这嘛是空虚，嘛是掠风。第二款的孤单的理由是安怎？恶性的竞争啊，恶性的竞争。竞争吼，竞争有需要的，有时啊，良性的竞争吼会进步这有影。总是若同业的中间出伫恶意的竞争吼，迄是若毋是你死，就是我活的。迄会造成孤单啊！迄会造成孤单。头一个是一个人压迫真侪人，第二个是两个人竞争，可能两个集团咧竞争，像台湾即摆哪会甲了业其他竞争，百姓咧受苦。即个代志，为着竞争，为着竞争，竞争啊，竞争是我要赢，安尼那定啦。其他无啥物原因，我要赢，我要乐观。伊讲吼，即款竞争吼，即款竞争空虚啦、掠风。啥物叫做掠风？我吼有人甲讲掠风是啥物意思？掠风是吼，你风你掠袂着啦，掠着了你嘛毋知要创啥。上简单诶咧吼，咱拢捌讲，你捌看狗仔咧吠车无？你驶车有狗仔甲你捉，安尼伫边仔咧吠有无？你感觉就是讲狗仔是安尼咧吠只车，伊看到这车就捉去。老实讲，你若车停起来，狗仔捉着伊只车，佫其实要安怎？袂当安怎？迄号做掠风啦！你掠风，风你掠袂着啦，互你掠着，你佫其实要安尼？你昨昏也做是有，咱讲伫遮吼，讲空气遮尔好吼，咱逐个摕塑胶袋甲缀一箍空气，转来万久后再来输。掠风，迄就是掠风啊！迄讲笑会使，意思是无意义的代志啦。即款的竞争无意义啦。啥物无意义呢？第五则，愚戆的人手揽揽的，毋做代志。枵甲无事，伊是咧讲竞争输的人啊。第五则咧讲输的人啊，输的人吼，就输啊，就意思是自暴自弃啦。我就输啊，嘛毋免工作啊，就坏啊，就顾在伊去啊，枵甲无事。迄是输的人的结果。赢的人呢？赢的人吼，一手满满。毋过安全自在，你若赢吼，你若一手已经满满，你若会满足吼，good for you， 就无代志啊。问题是吼，赢了后想要赢佫较济，佫去吼比两手满满落落佫掠风较好。两手满满要佫摕，摕到无通摕，无手通摕，挫折感你知道？真是 frustrate。我昨讲迄食肉粿哦，食肉粿就是安尼你知？你去食肉粿哦，遮好食遮尔济哦。我要去食肉粿的时候，食好食遐个，上帝若甲我就牛创造我的胃，毋知偌好哦。我要食要爱治佫较济，两手满满，还佫想要摕。无代无志嘛变孤单啦，因为永远袂满足，竞争啊，输的无事，赢的嘛无较好，这真趣味的代志哦。这头一个是一个人，互真侪人受苦，
过来两个人竞争，两个拢苦，两个拢苦。啊，过来第八节，有人孤单无伴，无囝嘛无兄弟，夭久落落无煞，无看所有的财富有做到遐。这叫做吼，英语叫做 compulsion， 强制家己啊，这叫做毋知为谁而战，为何而战。已经财富遐尼济啊，还阁袂满足，还阁要摕，一定阁强迫家己去做。啊嘛毋知影我是安怎来做到遮歹个。英语有一字叫做 workaholic， 恁知影即句字无？迄 workaholic 个吼，伊代志做落吼，毋知通停啊，直拼。啊问伊拼咧创啥？毋知啊。啊趁钱有趁，总是伊就直做，袂晓停。workaholic 即字是对 alcoholic 即字变来 ，alcoholic 是食酒吼，着酒毒个人吼，无法度通无啉酒。workaholic 个是吼，着工作狂个人，袂晓停止做代志，吼。啊，伊讲，所罗门讲，这伊家己讲的，这workaholic家己讲的。我劳碌刻苦无享福，到底是为着啥人？啊，问安尼问，啊嘛是搁做，嘛是搁迄落。即落人吼，看起来真无用，总是真孤单。所罗门讲，这嘛是空虚、无意义的工作。这所罗门人真正真有智慧呢，伊的观察真正足要安怎讲，足详细吼，足详细。伫遮吼，你有看无？你有看到医学所用的数字？一个人，足侪人受苦，多数。啊，第二个两个人竞争，两个人。啊，上尾啊，一个人，就变倒转来吼，变倒转来，你来看，伊在讲要安怎解决，孤单要安怎解决？伊第9节，伊甲咱讲一个原则，要解决即个孤单，吼，敢若一个办法，两个人比一个较好，因为两个合作。会得到更较好的效果，这是伊要解决孤单的原则。伊甲你讲，你一个人做毋对决定，真侪人咧受苦。啊，两个人竞争，两个人拢受苦，一个人直拼，结果你嘛是受苦。总是你若要解决即个孤单吼，爱有朋友啦。两个人比一个人较好，两个人合作做代志，会当搁较有效果。两个人会当搁较有效果，是两个真好的事才会使哦。两个若倒转去竞争的时，迄结果就无共款啦。所以伫遮真要紧是两个人爱会晓合作啦，这是原则。啊，过落去吼，伊讲即个两个人啊，迄个利益的时候，你看伊第9节伊讲两个人合作效果会较好。老实讲，两个人做伙做代志吼，迄个利润袂比一个人较悬啦。一个人你若有法度，你会当家己趁较济钱，总是吼。两个人若真正合作吼，效果会较好。有可能你会趁较少啦。昨阮伫外口到几个兄弟姊妹咧开讲，咧讲我独身足久的吼，啊结婚啦吼。啊，我咧开玩笑啦，讲有影啦，迄阵啊独身的时候，
我所有的钱拢我家己用，我真好用。迄阵啊，我对人伫台湾，若要转来看囡仔，还是要去佚佗吼，我迄阵拢买一张机票就会使呢。带某了爱买2张呢，有较了无？有啦，有较了，毋过有较好无？有影有较好啦，事实有影有较好啦。坦白讲，伊即马无伫遮，我毋是咧讲伊好话。我互安尼牵咧世界佚佗咧，恁逐个伫 Facebook 看，我拢直直拢食好食物吼，一间接5间关系个公路咧，因为两个人有影较好啦，开销有较大有影啦，有影啦，总是两个人比一个人较好啦。迄个好伫倒？迄个好伫倒？我创一个不然字的英语吼。我用英语我才说明迄落有 reward， 两个人做伙有迄个 reward。我拄仔有讲爱买2张机票，迄是损失无毋对。毋过2张机票赚来的利润吼，迄2张机票有价值 ，reward 真正有 reward， 吼，有可能赚较少，有可能钱爱公家用有较少，毋过效果较好，至少对我的心理健康较好。过落去第10节是迄个reassurance。伊讲两个人若一个跋倒，另外一个人会当甲扶起来。若家己一个跋倒，无人通甲你扶起来。例如，即个悲剧咱看真济啊，敢毋是？真济迄家己大个老大人，有时仔跋倒，伫遐不然是后人才发现着。即个代志咱定定看着，敢毋是？伊在讲这个，几千年前伊就甲咱安尼讲啊，就甲咱安尼讲啊。孤单老人无伴，真可怜，敢毋是？这吼是所罗门王的智慧伫这个所在啦。搁去吼，搁去是或者 refreshment， 互相取暖啦。阮咧读新学院的时候，即节圣经吼，阮一个朋友，我读新学以前吼，圣经有读真济啦。有一个朋友讲，遮有一节圣经，这若摕去甲恁老爸讲，你要娶某足好用诶，就是即节。甲恁老爸讲吼，两人困才会烧啦，一个人困袂烧啦。我即摆袂暗时爱冷啦，需要娶某。讲即节圣经摕去甲恁老爸讲，你要娶某，即节上好用。真趣味诶一句话，总是事实有影诶，事实有影诶。有啦，咱即个时代后电毯吼，后迄落牛仔面诶，迄落棉被吼，迄教有影会烧有影啦。总是所罗门王迄个时阵无啦，所罗门迄个时阵啊，恁夫妇捌冤家，像阮两个食眠床一顶尔，一人滚一边，恁捌无？我捌啦，老实讲无好困，你知道？迄安尼无好困呢。圣经有一句话讲吼，受气毋通到日落，有原因呢。受气到日落，一人困一半，一人困一边吼，讲要困吼，困袂去。你莫安尼无？还未结婚的人，恁毋知影迄落。捌结婚的人一定捌安尼啦。迄真艰苦啊，毋是？而且吼，受气毋通到日落，这真正是有真理的所在。过来上尾啦吼，互相支援啦。两个人吼受攻击的时候，敢若一个人拍袂赢，那两个人较好抵抗。这是互相支援。你会记得耶稣讲迄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讲一个人对耶路撒冷要去耶利哥，家己一个伫路向前，
向拍到要半死，家己一个。咱人生这个旅途，咱需要旅伴，咱需要有人做伙旅行，这需要团体。所罗门王甲咱讲孤单的理由，第1节到第8节，第9节到12节甲咱讲要安怎解决，要安怎解决，爱有伴啦，爱有伴。啊，你搁甲看伊吼，我拄好讲，一个人暴君，足侪人咧受苦，多数竞争变2个人，啊，搁来变1个人。你甲看第9节到12节吼，一个人比一个人2个，一个啊2个，一个2个啊上尾啊伊讲3个的数无遐好带长，伊对多数2个1个讲孤单的代志，讲做伴伊对1个2个3个。你有看迄个数字拄啊颠倒变无？这真趣味的代志吼！我今仔日的地方吼，老实甲你讲，因为是礼拜日，我有缩较短啦，我有缩较短啦。啊，单独一条数带咧就等于，这咱拢知影代志。2条数会较用啦，总是若3条4条交做伙吼，迄是加足有力的，无遐尼快断。有伴上好啦，我的题目就是在讲这啦。这也是要勉励咱大家。咱的教会吼，经过疫情这日子来吼，咱真正是感谢上帝。咱拄开始安尼实体做礼拜的时吼，你甲我讲今仔日灵修会60、70个人来，我看着才要信啦，我看着才要信。啊，事实就遐安尼呢，事实就遐安尼呢，上帝的恩典呢，这个团体吼，足宝贝啦，足宝贝。伫万久无，你要去倒一找一个所在，有50-60个台湾人，逐礼拜会当做伙聚会，伫遐做伙礼拜，啊了搁拢有点心通啊食，伫遐坐咧开讲。实体礼拜开始的时候，咱还阁毋敢食，礼拜数就走。毋过我有看迄个变化吼。拄啊开始的时，逐个拢要惊传染着，礼拜数逐个就走。老实甲你讲，我做牧师嘛，感觉啊礼拜了啊无，逐个拢安尼，敢若我行你行我，逐个拢散了。渐渐吼，徛伫迄落拍紧落就伫遐开讲啦，毋转去啊，伫遐开讲啦。啊开始甲会讲咱会当做伙食物件吼。哦，头一礼拜外头热的呢，恁毋知影会记袂？逐个坐了拢毋转去呢，拢毋转去。到尾啊吼，我着去杀去遮要捡伊啊，迄只车出来吼，才当赶人客呢。无逐个毋转去呢，我若莫杀出来，逐个莫搁伫遐呢。我毋是讲伫遐毋好，你对迄个团契的气氛，咱看会出来嘛？照我所知吼，万久袂台湾同乡会，敢若散了啦。你今年都无咧食粽啊咧，今年都无啊咧，头一遍无啊，无人讲啊。因为有会当有台湾人逐礼拜安尼做伙，即个机会，即个团体无几个呢，咱是中间的一个呢，咱爱保守啦。有人的所在就有问题，这有影，这有影。无圣经写遐尼做关于3件的代志，毋是无原因啦。人
对该阮太死压迫吼，人就不是咧冤家啦。咱的可贵的所在是，咱做伙袂冤家过三听，这才是基督徒的见证啦。有人讲吼，咱的教会即个赛事拄啊好，大家拢真亲密，安尼就好啊，毋好去招人来的。真正有人安尼甲我讲呢，毋是恁啦，真正有人安尼甲我讲，安尼就好啊，毋好去招人来啊。教会存在得是迄种啦，敢若咱好就好，敢若咱好就好。有人就有问题，一定有。可贵的所在是，咱安怎处理这个代志？有官上好，总是我要用一则圣经在，一则圣经在，是咱不时都爱学习的代志。保罗伫以弗所第4章32节，我问你会记得即句，用真理所会去实行即个圣经在个价值，咱的团体会变做一个真三定的团体。我吼现代版的吼，我老实讲，新的我觉着，我对细汉就念的经句，不着用人慈三款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大家三赦免，亲像上帝伫基督啊赦免恁一样。迄句版的对无？我拄仔读的，我对细汉就念这，毋过嘛是甲人冤家啦，嘛是有啦。所以是咱，我要甲咱家己讲，有伴足好个，咱伫遮无受压迫。咱伫遮也无啥物通好竞争啦，伫教会内底无啥物通好竞争啦。咱嘛毋免安尼家一个拼到要死啦。咱会当亲像所罗门甲咱讲，三甲小经做伙，有伴上好。咱来参加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通过传道书的教示，互阮知影。阮受调是要宣扬你的听，阮受调是要实行这个听，来显出你的听，做见证。阮感谢你，互阮有这个教会，互阮兄弟姊妹大家做伙，会当用阮老母的腔口伫遮三甲敬拜、三甲服侍。阮真感谢这个机会。求你帮助阮保守这个团体，互阮这个团体会愈来愈进步，愈来互愈侪人经验你的听。阮感谢你的恩典，祈祷奉耶稣名。